你有冇試過咁？有一件事你知道一定要做，可能係一份報告，一封一直唔敢覆嘅 email，甚至只係一個5分鐘就可以完成嘅電話。你由朝早開始已經提醒自己今日一定要做，但奇怪嘅事情發生，你突然覺得個書枱有啲亂，不如執下先。執完之後又覺得有啲口渴，沖杯咖啡先。飲完咖啡，又覺得而家精神未夠集中，不如睇一陣 YouTube，等個腦熱身。結果一睇就過咗40分鐘，你開始有少少內疚，但內疚並冇令你開始工作，反而令你更加唔想開始。於是你再打開 Facebook、Instagram，直到夜晚，你望住個死線越嚟越近，心跳開始加速。最後你只能夠用恐懼推動自己，一口氣做到凌晨3、4點。第二朝你攰到散晒，然後同自己講一句：下次要早啲開始做。大家好，我係阿 moon，係一位營養師。每星期我會用廣東話同你講一本健康同身心靈好書，我會用聲音陪住你，訂閱我，一齊越聽越健康。如果你覺得以上呢個故事好似就係講緊自己，今日我想同你講一件可能會改變你一生嘅事情。其實你未必懶，甚至可以話大部分長期拖延嘅人都唔係懶。呢個結論並唔係我講，而係一本研究拖延超過30年嘅經典著作《拖延心理學》提出嘅核心觀點。拖延真正嘅問題唔係時間管理，而係情緒管理。第一次睇到呢句說話，我停咗好耐，因為我發現原來我一直都鬧錯咗自己。因為如果你真係懶，你應該唔會痛苦。真正懶嘅人唔會日日責怪自己，更加唔會每晚臨瞓前都同自己講：我聽日一定重新開始。真正令人痛苦嘅拖延者，其實日日都想改變，佢哋只係改唔到呢個差別。好重要。心理學家發現，大部分拖延者都有一個共同特徵，佢哋並唔係唔重視件事，相反，正正因為太重視，所以先開始唔到。你有冇發現，越重要嘅事情，你越容易拖，反而洗衫、執房、回覆 WhatsApp、整理電腦、folder 呢啲小事，你做得特別積極。點解？因為呢啲事情，就算做得唔好，都冇人會批評你。但如果係升職面試、創業計劃、拍第一條 YouTube，情況就完全唔同。你開始諗，如果俾人笑點算？如果證明我其實冇能力呢？慢慢你個腦開始出現一種好奇怪嘅保護機制，佢唔會同你講我好驚，佢只會同你講等陣先啦。呢個等陣先其實就係恐懼換咗另一個名字。拖延心理學形容，拖延並唔係因為一個人唔想做，而係因為內心存在住巨大壓力，所以大腦選擇逃避。其實我哋嘅大腦一直都係咁運作。當佢覺得某件事情可能令你受傷，佢第一個反應唔係衝出去，而係保護你。就好似以前人類遇到老虎，逃跑可以保命，但今日我哋已經冇老虎，取而代之嘅係老闆、考試、業績、別人嘅眼光。雖然冇生命危險，但大腦並唔識分辨，對佢嚟講，被人否定同樣可以被視為一種威脅。所以每一次你準備開始工作之前，大腦都會問你一句：如果做咗，會唔會受傷？如果答案係有可能，佢就會立即幫你找另一件更加舒服嘅事情去做，例如刷手機、食嘢、追劇。你以為自己係分心，其實你只係逃避情緒。而最可怕嘅地方係，逃避帶嚟嘅舒服，只係短短幾分鐘，之後迎接你嘅就係更大嘅焦慮、更深嘅罪惡感，同埋更逼近嘅死線。於是你再次逃避，於是形成一個永遠走唔出嘅循環。但故事並未完。有時候我哋拖延唔係因為害怕失敗，而係害怕成功。呢一點可能會完全改變你對自己嘅理解。第一次睇到呢句，我都覺得好奇怪。成功有咩好驚？唔係每個人都想成功咩？但如果你再諗深一層，
你會發現成功從來都唔只係掌聲，成功代表責任，代表期望，亦代表你以後再冇借口。例如，一個員工一直都唔敢主動接大型項目，表面上佢話自己經驗不足，但其實佢真正驚嘅唔係做唔到，而係萬一做好咗，公司以後每一次都要佢做，工作更多，壓力更大，再冇理由拒絕。所以有時候拖延其實係一種保護，只要我唔開始，我就唔需要知道答案；只要我唔交卷，我就唔需要面對成績；只要我唔拍片，我就永遠可以幻想，如果我認真做，一定會成功。呢種幻想好舒服，但亦都最危險，因為佢會偷走你真正成長嘅機會。書中指出，好多拖延者都活喺一種全有或全無嘅思維模式。乜嘢叫全有或全無？即係喺佢眼中，世界只有兩種結果：做到100分就叫成功，99分都係失敗。影片爆紅就值得拍，如果只有幾百人睇，就代表自冇天分。減肥成功就證明自己有紀律。如果今日忍唔住食咗一件蛋糕，就索性放棄，成個星期，你有冇發現真正令人痛苦嘅唔係事情本身，而係我哋對事情嘅解讀？呢種思維往往都唔係一朝一夕形成，好多時係由細個開始。有啲人成績考98分，返到屋企，父母第一句唔係讚，而係問另外2分去咗邊。有啲人每一次做錯事都被否定，慢慢佢開始相信一件事：我做得唔好就代表我唔夠好。呢句說話會一路跟住你長大。長大之後，雖然父母未必仲喺身邊，但你心裏面多咗一個永遠唔會收聲嘅人。心理學稱之為內在批判者。當你準備開始工作，佢會話你寫得咁差，唔好獻醜啦。當你想學新嘢，佢又會話而家先開始，太遲啦。最可怕嘅地方係，你以為呢把聲音就係自己，但其實唔係，佢只係你過去經歷累積出嚟嘅一種習慣。拖延心理學指出，拖延好多時同一個人嘅自我價值、成長背景，甚至人際關係都有密切關係，所以單靠意志力往往改變唔到。呢句說話令我諗起一句好有意思嘅話：真正綁住我哋嘅唔係現在，而係過去。好多時我哋唔係輸俾眼前嘅工作，而係輸俾10年前嗰句批評，輸俾一次失敗，輸俾一次被人笑，輸俾一個一直唔肯放過自己嘅內心。所以如果今日你不停同自己講我真係冇用，我希望你停一停，因為可能你唔係冇能力，你只係一直用一把錯誤嘅尺去量度自己。真正嘅問題從來唔係你做唔做到，而係你信唔信，就算未做到完美，你依然值得開始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：好，我終於知道自己點解會拖延，咁之後呢？有冇方法可以真正改變？如果你期待書入面會教你一套神奇嘅時間管理技巧，或者一個可以令你立即變得自律嘅秘訣，咁你可能會有少少失望，因為拖延心理學一開始就講得好清楚，拖延唔係時間管理問題，所以單靠管理時間並唔能夠真正解決拖延。呢個方法叫做微細起步。例如你今日要寫一份30頁嘅報告，以前你可能會同自己講今晚一定要完成，結果一望住30頁，你個腦已經開始驚，然後你決定聽日先。但如果今日你只係同自己講我唔需要寫完，我只需要打開文件，事情就開始唔同。打開文件之後，再同自己講我只寫一個標題，寫完標題再寫第一句，第一句之後再寫50個字。你有冇發現真正困難嘅從來唔係做，而係開始？好多心理學研究都有一個共同發現：一旦開始咗，人嘅心理阻力會大幅下降，因為大腦最抗拒嘅係未知。一開始行動，未知就開始變成已知，恐懼自然下降。所以拖延心理學一直強調唔好要求自己一步登天，而
而係將任務拆細到幾乎冇可能失敗。我覺得呢個觀念唔單止適合拖延，做咗20年營養師，我發現好多客人改善健康時都有一個好相似嘅問題，佢哋唔係唔知道應該點做，而係一開始就要求自己做得太多。今日決定減肥，就話以後戒晒所有甜食；想做運動，就要求自己每日跑幾公里；想改善睡眠，就想一夜之間改晒所有生活習慣。結果做咗幾日，覺得太辛苦，跟住放棄，仲會覺得自己冇自律。但其實健康從來唔係靠一日做到100分。我更加相信真正有效嘅改變係細到你每日都做得到。今日早10分鐘瞓已經係一步，今日落樓行10分鐘已經係一步，今日少一杯含糖飲品都係一步。你唔需要一次改變人生，你只需要每日做一個對身體好少少嘅選擇。書中第二個令我印象好深刻嘅方法就係同自己和解。聽落好抽象，但其實意思好簡單。做咗咁多年營養師，我越來越覺得幫一個人改善健康，唔單止係教佢食乜唔食乜，好多時我哋真正要處理嘅係佢點樣睇自己。我見過有人因為今日食咗一件蛋糕就覺得自己減肥失敗，有人因為幾日冇運動就覺得自己冇毅力，甚至有人試過好多次都改唔到，就開始認定我係一個冇自律嘅人。但我想話俾大家知，一次做唔到唔代表你做唔到，一次失敗更加唔代表你係一個失敗嘅人。健康唔係一場考試，唔需要每日攞100分。真正重要嘅係當你偏離咗之後，仲願唔願意返嚟。所以我做健康諮詢時，比起問客人點解又做唔到，我更加想知道究竟發生咗咩事。因為當一個人開始理解自己，而唔再不停責怪自己，佢先真正有力量重新開始。努力同嘗試本身就已經係成功嘅一部分。呢句說話同而家呢個社會好似背道而馳。我哋每日都睇到別人成功，睇到別人賺幾多錢，睇到別人幾多 followers。慢慢我哋開始相信只有結果先有價值，但其實一個人真正嘅成長往往發生喺冇人睇見嘅地方。可能係你今日終於鼓起勇氣打開嗰份文件，可能係你終於願意承認原來我一直唔係懶，而係一直活喺恐懼入面。當你願意理解自己，而唔係責怪自己，改變就已經開始。所以請記住，真正困住一個人嘅，從來唔係拖延，而係你點樣睇自己。我哋一齊放下過去，專注當下。拖延心理學亦花咗一章寫俾身邊有拖延者嘅人，因為作者知道拖延唔單止影響自己，仲會影響家人、伴侶、同事。如果你身邊有一個成日拖延嘅人，請唔好第一時間責備，因為責備只會令佢更加相信我真係唔夠好。而當一個人越相信自己唔夠好，佢就越唔敢開始，形成另一個惡性循環。真正有效嘅方法，反而係理解、鼓勵同埋清楚表達自己嘅需要。呢一點，我覺得唔只適用於拖延，其實適用於所有關係。因為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係被理解，而唔係被審判。講到最後，我最深嘅一個感受係，好多人成日問我點樣先可以變得更加自律，點樣先可以逼自己早啲瞓，早啲做運動，早啲開始一件重要嘅事。但睇完拖延心理學，我反而覺得問題可能唔係點樣逼自己更加努力，而係我哋可唔可以唔再同自己做敵人。做咗20年營養健康工作，我見過好多人明明知道自己應該改變，知道要早啲休息，要做運動，要改善飲食，但一次又一次做唔到。以前我哋好容易將呢件事歸咎於冇自律，但慢慢我發現，當一個人長期責怪自己，佢未必會變得更加積極，反而會更加累，更加唔想開始。其實健康都係一樣，你唔可能因為今日食錯一餐就話自己成世都冇希望，亦唔應該因為一個星期冇做運動
就放棄之後所有日子。改變從來唔係要求自己一次做到最好，而係容許自己由一個好細嘅地方重新開始。所以，如果你最近都有一件事拖咗好耐，我想同你講，唔需要等自己準備好，亦唔需要一下子改晒所有嘢。今日行一步已經足夠。真正嘅自律唔係永遠逼自己向前，而係跌低之後仍然願意帶住自己再行一步。訂閱越聽越健康，我哋下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